第100張迎客。太陽的阿比，老我阿婆開餐廳了，無賣飯，無賣麵，專門賣披薩老點心。開店嘅第1日，一個迎客都喊忙來，也樣時，他們本人強強的送下開，一個老阿婆留一個細阿哥的行落來。看到第1個迎客上門，就像看到黃金樣嘅未來，當然要好好招待啊！本期也都用餐上咯，阿比比嘅也都燒嘅素魯菜、披薩、野菇嘅肉腸、沙拉米，樣樣都係好東西，長路千個級，食落去保證煩惱都唔記得。老阿婆問：哪行最便宜啊？阿比講：價錢唔係問題，好食張體驗，토마토加橄欖，料好食材，加時代。老阿婆講：超愛一份토마토加橄欖好咧。阿比問：請我一份哦。老阿婆講：我食過咧，披薩係半牙筍嚟嘅。一下披薩đều爽咗，細阿哥會問：阿婆，你真見食過嘅係麼？阿婆講：我真見食飽咧。一啲都唔可以啊！唔乾少夾食啊！細阿哥嘅太好食定披薩，像一條落條嘅細路嘅。老阿婆看到孫呢，比食嘅長路還較滿足。忽然一幕響起，阿比老阿婆見跳舞見行過來，佢就講：恭喜也到係見本日嘅第100個迎客。本店按免費送一份超級披薩，另外加送雙麒麟。阿比老阿婆各倒一杯茶，看到老阿婆老細阿哥嘅享受嘅好食嘅披薩，就像睇小娘嘅日頭下，看到滿片金黃色嘅日頭花。阿比細聲對阿婆講：我根本要學到上下嘅唔識。未會飽。天一日，風悠悠的，強強的，煮飯嘅火焰無斷，一個個迎客來用餐。阿比閒閒風向窗門外看一眼，發現初半夜老阿婆來嘅細阿哥嘅一生人坐到餐廳嘅對面，也有數順風袋一袋細石頭。係有一個迎客行到餐廳，佢就拿一粒石鼓變到做數石去。兩個迎客行到餐廳，佢就拿2粒石鼓變到做數石去。原來佢都計算想得到第100個迎客嘅大獎。迎客雖然多，唔過愛算到99，唔知愛算到哪樣事。阿比老所有嘅朋友打電話，想記得來食50錢嘅披薩，55、66，唔啦，你唔啦，77、88，算到99，細阿哥嘅細細放起來，向餐廳行去。細阿哥嘅鬆開餐廳嘅大門，躺到桌上，隔定歡呼聲。佢係見本日嘅第100個迎客，大家攞佢當作英雄來歡迎。同隻腳超級披薩派出來，還要靠佢哋身體。第100個迎客愛特別招待。細阿哥會打電話俾阿婆，愛佢殺來。披薩嘟張派好，阿婆未來咧。細阿哥會對阿婆講：阿婆叫阿叔。呀，披薩係唔是錢嘅。阿婆看孫嘅冇聽筒，問：唔要
上班唔升咯。我頭下食過咧，我冇妒忌。看阿婆說，細阿哥嘅當歡喜，像係一條創高嘅細河巴，流過那位就有長嘅什麼。阿婆問阿比：我再個派一隻披薩，不細阿哥嘅嘛？阿比講：唔是急，也個細人呢，當啲嘅學，上下嘅唔識，咪會爆嘅道理。阿比阿婆開餐廳，唔賣飯，唔賣麵，就賣披薩撈點心，還有買唔到嘅笑容撈溫暖。對呀過後，披薩店嘅生意漸來漸好，店行從頭佔到黏嘅人，店嘅老闆仲會擺定長長嘅辣咧，披薩嘅香味對頭泡到尾，定肯樣嘅叫咪唔愛開。